有一本最近睇咧就係叫做 The Second Mountain， 咁個作者咧係 David Brooks。佢話人生咧就好似一個山峰咁樣，你唔會淨係上一座山嘅，多數都會有2個山峰嘅。第一個山峰咧就係開始去做嘢嘅時候，我哋追求咩咧？自我快樂、高職位啦，揾多啲錢啦，揾多啲朋友啦咁樣。之後咧，你可能會平原嚟噶咯，你要走好耐，你冇乜突破嘅。咁有時平坦嘅路一段時間咧，你會走下坡噶咯，失業啦。離婚啦，屋企人有啲人過咗身，喺個山谷度你做啲咩呢？就好視乎你上唔上到人生第2個 mountain， 會有 commitment， 同埋你會希望睇人哋嘅感受多啲，唔係一時嘅快樂，係一啲我哋比較長久、比較持久嘅快樂。我睇嘅時候就問我自己啦，我第1個山峰肯定完咗噶啦，爸爸死咗啦，我喺好大嘅 firm 做咗好多年，尋求突破啦，成日想。咁我亦都經歷咗離婚啦，但係我未去到第2個山峰。有一本咧就係李光耀啊，新加坡總理，我好中意睇下佢對好多樣嘢嘅睇法。其實佢死咗之後冇幾耐咧，新加坡有一個展覽嘅，對我嘅印象好深。乜都冇啊，其實新加坡1950年、60年代乜都冇。喺佢嘅書裏邊，喺佢嘅回憶錄啊，佢唔係淨係靠自己嘅，其實佢好信人嘅，佢好信咩？叻嘅人。我同新加坡都有啲緣分嘅，我都記得我中6嘅時候，新加坡咧國立大學咧就嚟我個學校嗰度講堂，咁我嗰陣時就報法律啊，叻唔叻啊？咁咧梗係唔收我啦。14年至到16年，我係喺香港大學讀公共行政碩士嘅，我就開始好留意下新加坡嘅發展啊等等。到我做議員嗰幾年咧，我就有訂閱新加坡海峽時報啦，係英文嗰個。佢哋就有個專欄嘅介紹咧書籍嘅，咁啊好多嘅書咧，其實我都係喺嗰度發掘出嚟嘅。咁我喺2010至12年嘅時候咧，就返咗去港大啦，就讀建築保育啦。咁所以我每一次去新加坡咧，我係覺得佢哋保育得好精彩。我好多時候去行佢哋啲 shop house 舊樓嗰啲商店或者嗰啲食肆，我成日都諗人哋個地唔珍貴得過我哋咩？佢仲細啦地方。點解人哋會咁保留呢啲呢？我閱讀習慣啊，中學嘅階段啦，已經養成嘅。嗰個年代我係少女啦，嗰陣時岑海倫啦、亦舒啦，我個英文老師咧，每一日都好中意叫啲學生咧舉手要讀嗰啲朗讀嘅。咁我咪前一晚讀定，咁我一定讀得好嘅。咁我呢個老師就教我，你記住啊，郭歡，你如果要學英文好咧，你一定要查英英字典。嗰陣時候開始咧，就好中意學英文，即係我中意咬文嚼字嘅人。我中意手寫，手寫咧，我覺得對我嚟計，每一樣嘢就唔係一個電子嘅一個 entry。譬如我約你，我寫咗你嘅名喺度，我寫我同你會傾乜嘢。我覺得咧，人生會更加珍惜我每件嘅人或者係事。哇！我覺得好多顏色筆㗎喎，真係唔係講笑。我係好中意色彩嘅人，呢一個習慣已經係20幾年㗎啦。我啊係有好多貼紙啦，呢個係2018啦。我係中意即係嗱，譬如呢啲咯，有啲公仔啊咁樣咯。咁啊一路以嚟咧，見過啲咩重要嘅人啊，咁我會寫低嘅。人生都係要有返啲色彩，即係我覺得人生係一個經歷。爸爸對我似一個男仔，雖然佢係一個燒臘佬，對住其他人可能佢會講粗話，對住個女絕對唔會。10幾歲嘅時候，咁我就陪爸爸企喺個燒臘鋪門口，我就問我爸爸：你咧有時咧驚唔驚啲人咧爭遺產嘅咧？咁樣即係可能睇咗啲咩電視節目嗰陣時，爸爸係個好細心嘅人，爸爸就話：要記住啊，爸爸今日教你2個字，做人要豁達。你應該要望自己有能力到，你連你嗰份都可以俾埋人。我爸爸做人都俾咗我好多嘅教誨嘅，但係我爸爸喺我身上都學到嘢嘅喎。我好記得咧，我大概係98年金融風暴蝕咗好多錢，斬攬去賣咗我層樓。如果我唔賣負資產，我就死工噶啦。咁我爸爸咧及後咧成日同我傾，佢話你好嘢，壯士斷臂啊，呢啲我都做唔出。即係我同我爸爸就有呢一種嘅感情啦。我男朋友咧對我嗰個閱讀興趣影響好大嘅，佢而家退咗休啦，佢每日睇好多嘢嘅，包括咧睇報紙，精彩嗰啲
佢全部抄低晒喺手機度。所以我任何嘅嘢，佢係我一個咩百科全書。我喺人生裏邊一定會有一啲嘅低谷㗎，係咪？唔開心嘅地方。咁有一次佢就話：唉 Doreen 啊，咁你要睇一本書，叫做《The Four Agreements》。你喺人生嘅成長裏邊咧，你有好多嘅 agreements， 可能啲 agreements 係人哋要你做嘅，而有時呢啲 agreements 咧，可能喺你人生裏邊係一啲絆腳石。例如就係話 Don't take things personally。好多人點解會唔開心？你成日作假設咯。當你有疑問，你應該乜嘢 ？Ask， 你問問題，唔好出口傷人或者傷到自己。唔好嘅説話咧，係個影響係可以好大嘅。有一個媽媽，有一日佢放工，佢好忙啊，好唔開心啊，可能做嘢做到。於是佢個女咧幾歲嘅啫，就問佢啦：媽媽，我今日着得靚唔靚啊？咁樣。於是個媽媽話：你係最唔靚噶啦！最 ugly 啊你，唔該你行開啦咁。我諗翻起自己喺我中一嘅時候，咁我媽媽咧好辛苦做嘢，做小販，做車衣女工，咁佢好攰啦，唔使問阿鬼。咁我派成績表嗰日，我考第二，佢第一入門口，佢可能未坐定，我就話俾阿媽聽：媽咪，我考第二啊咁。我媽咪話：你又唔考我第一翻嚟？我媽咪可能冇為意到佢呢句説話對我影響有幾大。咁但係我係由11歲開始自己養自己咁去賺錢，我一有時間我就要賺錢養自己喎。因為媽媽死咗，我就自己對自己嘅生活要有一啲責任啦。我不停咁出去做嘢啦，要。其實我係好後期我先知自己唔係爸爸媽媽親生㗎。13歲之後，媽媽死咗，我個養母死咗，係我姨媽先話俾我同我家姐聽。我望翻轉頭，當然就好感恩咯。原來我自己係我養父母攞翻嚟嘅，係咪？即係買土翻嚟嘅。做人咧，對於人情嗰樣嘢，我會看得重啲。後尾你話我後唔後悔？後悔。媽媽死咗未後悔咯，更加後悔啦。即係覺得應該要對媽媽好啲啦。第4個 agreement 咧就話 always do your best。佢話只要你永遠跟住頭先嗰3個 agreements 做好你自己就夠噶啦。好多時候當我唔開心嘅時候，特別從政咧，好多人會話你做得不足啊，做得唔好。我男朋友就經常提醒翻我：你唔記得 The Four Agreements 講咩？Do your best， 你只要做得最好就夠噶啦。